歡迎大家繼續收睇上網問功課。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咧係23378585，而我哋嘅網址咧係 tol.etvonline.tv 嘅。係啊，劉老師，有同學準備喺視像會議同你傾下偈喎。係啊，呢位同學，你有咩問題想問啊？老師早晨，咁我就想問下喺修辭學上面嗰個比擬究竟係乜嚟㗎？其實比擬咧就分開擬人同埋擬物兩種。擬人咧就係將事物嘅感情投入去變咗做人。例如蝴蝶喺花間飛舞，蝴蝶咧就係一件事，然之後咧佢就做緊一個人嘅動作，就係跳舞。擬物咧就係將人寫做好似物件咁，譬如你做乜嘢啊？隻腳生咗根啊！生根係樹嘅動作，但係就變咗去人去做，咁呢個就係擬物嘅修辭手法。擬人同埋擬物夾埋一齊呢，就叫做比擬啦。同學，你明白未啊？係，好，唔該晒。好，咁我哋將時間交翻俾主持啊。好啊，琪琪，我就想考下你噃。好啊。你有冇聽過班福定理啊 ？Banford's Law。班福定理啊，校長啊，你唔好玩我啦，我得5年班啫嘛。班房定理我知啫，不過班福定理啊。唉，琪琪，我唔係玩你。其實咧，班福定理咧係喺數學上一個好有趣嘅發現嚟嘅喎。究竟詳細係點咧？不如我哋請教下張 Sir 同埋幾位同學啊。好啊。嗱，我未講咩發現之前咧，不如咁樣啦，李校長，可唔可以喺台上邊咧，你隨便揀一本書，跟住話俾我知咧，佢總頁數係幾多嚟？咁啊估嘅啫噃。嗱，係啊。呢本我諗薄薄地100頁到啦。你睇下係唔係？實際開估係150頁。其實嗱，即使你未睇咧，我都估到大概係幾多噶啦。因為咧，我哋有個班福定理就講呢樣嘢嘅喎。不如請同學講下。好啊！喺我講解之前呢，等我就為大家介紹下咩叫班福定理啦。其實班福定理咧係指我哋有一啲自由自然產生嘅數據，例如河流嘅面嘅長度啦，又或者啱啱李校長你所抽嘅一啲圖書嘅總頁數。我哋發現咗以1為佢嘅左邊第一個位置嘅數據咧，係會比較高嘅，而9咧就會比較低，有一個依次遞減嘅趨勢。而科學家傅雷興吉咧，亦都以條公式計算出佢嘅機會率，得出咗以下熒光幕上呢個圖表嘅。而我哋亦都做咗幾個測試去證明下佢其實會唔會出現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呢啲圖書嘅總頁數啦。我哋同學喺圖書館揾咗200幾本書，發現咗其中有80幾本咧都係出現咗喺以1為佢嘅第一個機頁，即係第一個位置啦，係咪啊？係啊。2咧就會低少少，9咧就會最少嘅。900頁就好少啦，係咪啊？係。而我哋亦都做咗其他嘅測試嘅喎。係，介紹下。喺我介紹第2個測試之前呢，我想問下兩位主持同埋梁浩強，你哋心目中嘅幸運數字係啲咩嘢？我嘅幸運數字係4。我嘅幸運數字係8。我嘅咧就係18啦。咁同樣地，我哋喺我哋間學校都做咗一項問卷調查，訪問咗329位嘅同學，佢哋嘅幸運數字以1為首嘅有80位同學，其次就係2啦，有58位嘅同學。咁佢哋嘅結果係大致同 Banford's Law 吻合嘅。咁其實呢啲咁嘅定理喺實際應用生活上有冇用㗎？其實班福定理喺多方面都應用嘅，例如喺會計方面可以睇下有冇人做假帳啦，喺股票方面可以睇下有冇啲假嘅交易，喺稅收方面可以睇下有冇人虛報。如果得出嚟嘅統計結果唔係以1為開頭係最多嘅話呢，咁就真係表示呢啲數據有可能俾人做過手腳啦。但係某啲特殊情況，例如嗰啲數據本身唔係太充足，或者佢本身係有規律性嘅，例如銀行帳戶號碼、郵遞區號等等，就會令到得出嚟嘅統計結果未必完全吻合班福定理所描述嘅趨勢啦。哇！如果咁講，班福定理好犀利。係啊，大家係咪覺得班福定理好神奇咧？又神奇又得意又犀利。咁喺窗嗰度啊，仲犀利啊！透過網上同老師傾偈，唔該網上。好，唔該晒。喺網上聊天室呢度呢，有位同學就話佢參加咗某個題目嘅英語口號創作比賽，咁佢就問點樣可以用英語嚟到創作口號呢？其實方法有好多嘅，而要訣就在於點樣運用少量嘅文字同埋精簡嘅句子嚟到帶出清楚嘅信息同埋俾人深刻嘅印象。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向人發出指令嘅時候係點講嘅呢？就係 do this, do that。留意句子當中呢係冇 pronouns，即係代名詞嘅喎。嗱，我哋試下將呢種句子結構呢
代入去套用喺我哋嘅口語創作上邊。譬如我哋話要向人鼓勵環保同埋節約能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講 save the energy、save the world、save yourself。咁希望可以幫到同學啦。唔該晒黃 Sir 噶。黃 Sir 又有問題問你啦。好，唔該晒。喺網上聊天室呢度咧，就有位同學就問喺新年嘅時候點樣可以用英文嚟到去向人祝福呢？農曆新年就快到啦，同學若果係能夠運用嘅話咧，相信你嘅老師同埋你嘅朋友都會好開心嘅。我哋可以用好多方法嚟到向人祝福嘅，例如 Happy New Year， 祝你新年快樂 ，Wish you all the best， 願你得到所有最好嘅嘢 ，Have a beautiful year， 願你咧有美好嘅一年 ，Good luck， 祝你好運。又或者有信仰嘅人咧，可以話 God bless you， 願主祝福你。而如果想同同學講祝你學業進步嘅話，你可以話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study。咁喺呢度咧，我就代表其他老師向同學講一句 Happy New Year，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study。將時間交翻俾主持啦。好多謝阿黃 Sir 俾我哋嘅祝福嘅。好啦，咁同學如果有問題，除咗喺 chat room 可以同我哋傾之外咧，亦都可以喺黑板留言咧，將你嘅問題向我哋提問嘅。好啦，又係做咗考你 Q&A 嘅時間啦，考你琪琪，上一集嘅答案應該係，如果我覺得好唔開心，我哋會話 I'm feeling blue 㗎啦。冇錯啦。咁今日考你嘅題目咧就係、我哋今日介紹咗一個數學嘅定理。咁呢個數學定理係乜嘢定理咧？我都知，不過咧我就記得我話俾大家知，一定唔會係班房定理㗎啦。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謝風采中學嘅同學同埋老師上嚟同我一齊做節目。下個星期日10點鐘再同大家傾偈同埋答問題啦。拜拜。